講起匯豐控股 HSBC， 普羅大眾第一時間通常就會諗起佢係全球銀行巨頭穩健嘅百年老字號恒生銀行嘅阿媽。但係今次呢一單新聞真係搞到佢一身蟻，就好似一宗橫跨17年嘅國際級金融懸案咁。主角正正就係匯豐啦，而核心人物就係已經喺監獄中病逝嘅龐氏之王馬多夫。聽到龐氏係咪覺得好熟呢？就係大家成日聽到嗰個龐氏騙局咯。而呢一位馬多夫就係呢個史上最大宗金融詐騙案嘅主腦啦。嗱，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點解單嘢咁耐仲要拎出嚟講？就係因為匯豐宣布要為相關訴訟撥備11億美元。折合港幣大約係85.8億。講真，呢個數字已經夠喺港島買幾條街嘅豪宅喎，真係超級誇張啊！匯豐就係10月27號開市之前突然公布呢個壞消息，仲要係喺公布第3季業績之前放出嚟，擺明就係想先苦後甜。但係市場唔係咁諗喎。我哋講下龐氏騙局嘅由來先。馬多夫行騙時間係由90年代開始，受害者遍佈全球。馬多夫個局最蠱惑嘅地方係佢利用咗資訊不對稱去行騙，標榜自己個基金可以穩定咁提供每個月1% 增長，即係年回報率可以去到12厘至13厘。佢嘅對象唔係師奶仔，而係身家過百萬美元嘅高端客。呢一啲有錢人最鍾意就係追逐超額收益啦。馬多夫就係捉住大家想揾快錢又想穩陣嘅人性貪婪心理。佢嘅運作核心就係一個空心老官，引入埋傳銷措施，遊說投資客戶拉攏更加多嘅顧客嚟獲取佣金，用新投資者嘅錢派俾舊投資者扮係利潤嚟擴大呢個騙局規模。呢個模式係零和遊戲，一旦新資金流入係慢過舊客贖回，資金鏈就會斷開。而當有客戶質疑馬多夫嘅高額回報過於反常嘅時候，嗰位客戶就會被要求退出投資。人哋成個局都玩咗幾十年，連美國金融監管機構都俾佢哋耍到氹氹轉啦。呢個局之所以爆煲，正正就係因為2008年嘅次按危機引發咗系統性風險。金融海嘯一嚟，全球資金緊絀，大家都要錢去救命，個個湧住去撳錢贖回。馬多夫無法支付，呢一個世紀大話就即時穿煲啦。涉及嘅金額高達650億美元，即係大約5070億嘅港幣，係美國史上最大宗嘅金融詐騙案。瑞士銀行、匯豐、富通都係受害者之一。除咗拖累咗投資者之外，馬多夫喺多年嚟亦都一直向屋企人隱瞞佢所設計嘅龐氏騙局。佢個大仔喺馬多夫入獄之後就上吊自殺。而佢個老婆就多次自殺未遂，咁馬多夫本人就喺21年嘅4月14號喺獄中病逝，享年82歲。好啦，點解龍頭匯豐都會中招呢？原來匯豐旗下好多非美國嘅公司曾經為一啲資金提供託管同埋行政服務，好似 Harold、Fairfield 嗰啲基金，而呢一啲基金就係將啲錢交俾馬多夫投資。匯豐年報提到，根據2008年馬多夫證券嘅資料，相關基金總值高達84億美元，其中仲包括虛構利潤。匯豐係計過數㗎，佢哋幫手處理期間，基金實際俾咗馬多夫大約有40億美元，而由佢嗰度攞返嚟嘅遠遠都唔夠，結果匯豐就被拖落水啦，變成多宗訴訟嘅被告。雖然匯豐一直都強調佢哋只係代工，提供行政服務，唔涉及投資嘅決策，但係法庭就唔係咁睇。喺專業金融嘅角度嚟睇，當你作為受託人幫人保管資產，就要負上謹慎責任。呢一度牽涉到道德風險同埋代理人風險。法庭質疑匯豐作為託管人有冇盡責去睇實呢隻基金嘅運作。你收人錢提供服務，係咪應該對咁反常嘅回報提出警示？另外，匯豐同埋投資者之間有資訊落差，法庭可能認為匯豐有能力、有責任去監察，但係可能因為唔關自己事，就隻眼開隻眼閉，最終令佢成為責任模糊地帶嘅犧牲品。
馬多夫死咗都4年啦，件事又已經爆咗17年，但匯豐喺2025年中期報告仍然講明仲有5宗相關嘅訴訟未解決，其中一宗最關鍵就係今次令到匯豐要撥備11億美元嘅 Herald Fund 盧森堡案件。Herald 清盤人要求匯豐歸還25億美元證券同埋現金，仲要額外追討56億嘅美元連利息嘅賠償。盧森堡最高法院早前已經駁回匯豐旗下匯豐證券服務盧森堡 HSSL 就歸還證券部分提出嘅上訴，但係接受咗關於現金部分嘅上訴。換言之，條戰線仲未完，仲要上多一輪訴訟。匯豐就算今次上訴都只係打緊消耗戰，佢自己都承認最終嘅損失隨時會同今次撥備嘅11億美元有重大出入。換句話講，匯豐自己都唔知條數會蝕入肉幾多。除咗 Herald 呢單案，匯豐仲要面對4單官司。第一宗就係馬多夫證券受託人喺美國同英國入稟，要求追返5.43億美元加利息，話嗰啲錢係由騙局轉去匯豐賬戶。第二宗就係 Fairfield 基金案，追討3.82億美元，匯豐話大部分已經被撤銷，但係上訴仲未完。第三宗就係 Alpha Prime 喺盧森堡告匯豐違約同埋疏忽，要賠11.6億美元。而最後一單就係 Senator Fund， 要求歸還6.25億嘅美元證券，或者係賠1.88億嘅美元現金，全部都仲係審理之中，冇一單係有得鬆嘅。匯豐講到明，呢一筆錢會令佢嘅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一下子會跌咗15個基點。呢個普通股權嘅一級資本比率究竟係咩呢？簡單啲嚟講，佢就係銀行頂到幾多災難嘅核心指標。比率一跌，即係資本緩衝區又薄咗啲啦。你再望下佢第二季先至因為交通銀行嘅投資攤薄咗而蝕咗21億美元。匯豐真係連環咁中伏，投資者梗係心慌慌啦。雖然匯豐強調話呢啲一次性減值係唔會影響派息，仲話佢哋嘅經調整股本回報率仲算係靚仔，但係券商就唔係咁樂觀啦。摩根大通就話市場最大嘅疑問係11億夠唔夠㗎？因為匯豐仲有幾宗馬多夫相關訴訟到而家仲未搞掂，連大行都咁講喎。匯豐嘅股價就即時跌咗1%，收報102蚊，成交23億。投資者聽到都怯啦。匯豐目前面對嘅總索償金額係超過52億美元，市場唔單止驚官司會長期拉鋸，銀行界最驚嘅就係未知風險，因為未知代表無底深潭，唔知仲有幾多錢係需要撥備。摩通原本估計匯豐可以喺2026年第二季重啟回購17.5億嘅美元股份，向股東派下糖，但係而家睇嚟又俾呢單官司搞彎晒啦。如果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嘅壓力係持續嘅話，回購同埋派息隨時都要延遲，甚至係縮水啦。成件事真係夠晒荒謬。匯豐唔係主謀老千，只係經手人，但係結果要為一個已經死咗嘅騙子硬食巨額嘅撥備。呢一單跨越咗17年嘅馬多夫風暴，俾個全球金融界一個極深刻嘅教訓。就算你係穩健嘅大笨象，喺複雜嘅金融服務鏈入邊，一旦你個角色係處於責任灰色地帶，就會有機會因為道德風險或者謹慎責任嘅缺失，成為代罪羔羊。股東依家最想知嘅唔係有冇得派息，而係匯豐究竟你條數幾時先清得晒呢？只要呢5單官司一日未解決，嗰條52億美元嘅或然負債就永遠都係計時炸彈，提醒緊大家喺金融世界舊債可以流傳後世，隨時都會上門收數，搞到你焦頭爛額。好啦，呢條片就差唔多時間噶啦，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地產嘅消息，而呢啲嘅消息就唔方便喺呢個公開嘅 YouTube 頻道講嘅話，就可以加入我哋呢個拉人哥嘅 Patreon呢個會員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